懂了。我在看他吃东西的吧。零零的西双版纳，这个是蓉蓉，不是，蓉蓉不是另外一个地方，是南的。今天下雨嘛，今天下雨啊，所以说，今天在车子上有可能这2个了。今天是Java还有上课的这种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？昨天来的。昨天到的啊。你好，你好。等一下，我把那个给你，这边是吧？这2个眼镜，一个香港朋友送的，然后昨天晚上找你们没有，我以为你们没来，不是，因为我比较紧嘛，然后晚上有锐的，我整了2个，这个布只有我直接用，因为他那个按照那个半成品送来的。谢谢我跟弟弟说的啊。下雨啊，下雨的话，好多没来，我昨天晚上肯定很多人没来。我想在那边，他就没管那谁了。反正过来的人比较少，年轻人要过来的比较少。下雨嘛。
化作永争错足化苍足影，花儿装不音乐点，苍足影日天足摇摆，无着无条的欢快，手牵手忘却一切烦恼。身体腾空，舞动自如，火装如是苍足的骄傲。境外中心波状火热，境外中心波状火热，舞动身体放开忧愁。苍足音乐唤醒勇气，让我们一起跳火状舞。火状舞。身外中心，火状火热，舞动身体，放开忧愁，让我们一起跳火状舞。火状舞是苍足的骄傲，境外中心火状火热，舞动身体，放开忧愁。苍足音乐唤醒勇气，让我们一起跳火状舞。
就不热。不动声息，放开忧愁，藏足音乐唤醒勇气，让我们一起跳过钟。他们跳了一个戴眼镜好看啊，就是这个灯子找着了吗？我觉得灯子那个也不像，不是以前他那个蓝色，他是戴了另外一个，挺好的小孩。
他们永远跳以后没那么开心了，是不是？因为他们走了嘛，就他一个人了，结果好了9个2个一起跳了。今天人好少，今天因为下雨啊，跳舞的不是很多。好多都没来，我就说今天应该有人比较少，但围观的还4点多吧。眼睛要掉了。
七八也来了，七四都来了，而且这个是瑞瑞兰兰，龙总，不知道后面是谁。这个是瑞瑞兰兰，这个是戴帽子的叫龙总，他们团队就是好像是亲戚吧，也算亲戚。这个，哎，这不是4点里的吗？好吧，来，经过往前走吧。这个是叫你是刚过来是啊？你好，哎呦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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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李，昨天晚上的啊，昨晚上，昨晚上是从安康来的。对对对，这样子啊，行，完了我们聊，啥意思聊？那这样，这个叫张坚，然后瑞瑞，那个他妈妈是兰兰，后面这个叫龙总。我要心，满目相思树呀。
老太，哇，我的头挺牛。哎，城都没记住了啊，还有20分钟左右吧。奢华，对对对，我觉得梅朵穿的服装都一样，我感觉就是很贵那种，哪里他妈这样子？很贵的那种。他的衣服都觉得很贵，贵不一样。他别的妈的，他穿的东西价格都很贵，感觉的质感不一样。觉得那个扎西曲真没来吗？还有一个周恩拉姆，还有一个拉错来没？没吗？没来。扎西曲真、拉错、周恩拉姆，然后朵儿、玲玲在西双版纳嘛。现在有可以让我们现在不放点没买别人这些都发的吗？这个是汪是什么？水果。哦，水果。那个汪格节拍，什么？他明天晚上那个。昨天晚上来吃了。昨天晚上来吃了。明天晚上那个李叔要来，知道吗？明天安排了那个送哈达。李叔明天晚上19号，20晚19号，他也送了点礼品那些。兰州的，他明天也要来。对，他们经常到。他也联系我了。对，每个地方都去了。对，他每个地方选他的。对。是的。他这次好像准备一点小的礼品那些。我说你别那个一直那样，不用破费嘛哦。他说没事，他有点心意，对。这次他这次下哈达像个那种另外一种比较宽的那种，对。明天吗？应该是明天。明天晚上过来。20号是。给我打电话。对。你们在那儿待多久？这已经待了比较久吧？10天要待。可以，每天都这儿来吧。齐阳宫啊，在罗马里面这边都可以。反正只是这边结束比较早，因为这个应该慢慢。老师教的太好了。对啊，他们自己编的嘛。你咋不去拍那个玲玲呢？西双版纳。哦，是。行，是我。就是老王送的展览的。对，王给接配。水果，他们家乡的特产，应该他们家乡的特产。不知道哈，应该是吧？应该是。黄竹南山上。最后一首了。山东呀，那我。
我都跑那边来了，我走进来了。这一会儿以后就孤独了，没人陪他了。 基本上不直播，很少，基本没有一次没看到。明都是今天第一次看到直播。张希曲哲以前这样直播，他现在电视上这个是没有喽，未必还未必还忘记了，有可能还有手吧。现在还有，哦，真结束了哦，结束了，哎呦，今天2块钱舒服的。他们去拿水果，要分水果，要么是老王、雅虎、老家里面。一个人的啊，这个吃，我老公没来。可能他不来，那个把它包出来，因为他不想做。家里那边耍了个，他跟你讲，我都看腻了。那个主要是我娃做作业的时候，我他要去要背作业，我作业忙不过来，没得时间。我这把包出来。就是本来出来看跳舞嘛。哎对，嘿嘿。今天有点帅嘛。下吧。啊。下吧。苹果那些应该是，是苹果吗？苹果。那个老王他们老家的，甘南那边的。我爷爷的。就是王哥的，王哥摄像那个老王的。老王还要不要上安吉？不要上安吉。这家吧苹果，家吧空，家吧那几个家。他去取真，一个跳舞唱歌。他去取真的嘛，他朋友帮男朋友吗？从嘛拉干净，呀，就那么近，拉少，哎，少了拉干净，嘛那是。这个这种什么有？Cada pasito, ya cada yo me lo cada pasito yo 是一人拿一个吗？对，是一人拿一个。你要吓死我！他们老。cada pasito. 嘉宝，你今天认识啊？之前不认识。像你今天认识。现在见了。说是你在的时候，他不在，他不在的时候你不在。不要乱约啊，真的。今
经过有的一刻就手机上的这个。那个曲总你怎么不直播了呢？没有直播了，好久没看一直播，很少有人看。以前经常直播，以前每天都是直播，现在不玩了，现在没什么意思。吃了苹果嘛？都有。啊？什么？什么？那个我们家管理员秋哥跟你说了话，你没理，你到时候看一下啊。哪个？苹果是秋。哦，他给留言了吗？什么吧？他说什么？能发私信吗？可以啊，你加那可能他我就可以了。不是，我是说他，哦，他跟我说的是。他在这里可以吗？这个 YouTube 吗？国外的？他有啊。那就可以啊，他说了吗？他给你留言，你没看，你到时候看一下哦，留言应该可以。他给我发留言嘛？你看一下哦。可以。啊。好，好嘞。好。好，拜拜，好，回去了。啊。我说这是小李哥。抱狗狗的。小李哥是有一只可爱的狗狗。对啊。那天，拉姆啊说狗狗听得懂话，是真的吗？基本听得懂。小朋友，他就是4、5岁娃娃一样的感觉。真的。他只是不能说话。难怪那天我说他的毛没有你以前好看，他就想走了。不要生气呀。剪了一半，不然他毛太深了。对。太那个。好。去玩一会儿嘛，2楼去玩一会儿嘛。不去了，冷了今天。今天不冷，明天28度啊。而且我牙挺。明天热吗？明天28度，明天正常了，明天正常了。所以今天22。我以为这几天都要下雨了。不得下了，不得下了，不得下了，不会下了。明天就正常了。大太阳了，明天都大太阳。小李哥，我是何秋来。好，秋天下班快死了。当然不得下雨了。现在人比较少，我估计今晚上来的人比较少，是吧？来的人比较少。给你的粉丝再说2句。抽电了，我要去电。基本上都认识我啊，还是都认识我们吧？他们。你看啊，都认识啊，都认识啊，你们都认识。在台也是不是多的？我们在那边跳舞这个2楼。今天我就预计人比较少，因为今天后面我出门的时候就下毛毛雨，那地方在下雨。好不好？我给你寄过来啊。你要吃那个？好了。这边来吧。
个条子？这是 PAC，我这里说的有。啊。H 3号也有，有些不得，因为机型不得。你是啥机器的？可以。
手就放了一半。你问了没有？按了。你没把那个鞭炮，没把那个鞭炮从鞭炮调节出来，你就知道你的过程没问题。你看这个变焦镜头有个什么好处？你比如说这样的。拍一会儿，你比如说拍一会儿，你可以把它都跑了呢。就这样拍的是吧？没事没事。就是不在，好像不在跳舞了，他也不。欢迎新进来的，欢迎新进来的。这个是对焦的。手机酒，也巧克力干，好那个，你过来来嘛。这叫啥什么？深手机酒，这个我还不会，太多新闻。其实有点老，这个只是调音少。真是。
开悟的话，可能会上面去。直播参与，偶尔直播没有。毕竟没有坚持。这个都还没上去。哪都开了。你说那边好久的事？他走之前我看。就这几天。他走之前。哦，对啊，就是我觉得他走很久了，小，我认为。好小，感觉那个按照的就是。